第二章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樓上觀看。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，我可以用什麼話向他申冤。他對我說：將這默示明明地寫在板上，使讀的人容易讀，因為這默示有一定日期，快要應驗，卻不虛謊。雖然遲疑，還要等候，因為必然臨到，不再遲疑。迦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惟義人因信得生。迦勒底人因酒詭詐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擴充心慾，好像陰間。他如死不能知足，聚集萬國，堆積萬民，都歸自己。這些國的民都不要提起詩歌，卻俗語譏他說：禍哉迦勒底人！你增添的不屬自己的財物，多多取人的當頭，要到幾時呢？為止呢？咬傷你的豈不忽然起來嗎？起來！憂害你的豈不興起？你就作他們的擄物嗎？因你搶掠多國，殺人流血，向國內卻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強暴，所以各國剩下的民都必搶奪你，為家本堆積不義之財，在高處搭窩，指望免災的有禍了。你圖謀剪除多國的民，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。牆裏的石頭必歡呼，房內的棟梁必應聲。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立疤的有禍了。眾民所勞碌得來的必火焚燒，列國由勞碌而得的歸於虛空。不都是出自於萬軍之耶和華嗎？認識萬軍之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，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。給人酒喝，又加上毒物，使他喝醉。好看見他的下體的有禍了。你沾滿羞恥，不得榮耀，你也喝吧，卻顯出是未受割禮的。耶和華的右手的杯傳到你那裏，你的榮耀就大大的羞辱。你向黎巴嫩行強暴與殘害、驚嚇的野獸的事，必遮蓋你，因你殺人流血，向國內的城，卻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強暴。雕刻偶像，人將雕刻出來有什麼益處呢？鑄造偶像就是虛謊的師傅，鑄造者依靠啞巴偶像有什麼益處呢？對木偶說醒起，對啞巴石像說起來，那些人都有禍了。這個話能教訓人嗎？看啊，是包裡金銀的，其中毫無氣息。惟耶和華在他聖殿中，他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靜默。